大家好各位电視機條前嘅阿哥、阿姐、阿姐你好，我係今本嘅跳舞嘅欣賞李優生。在開始跳舞以前呢，先來做暖身運動然後我喺跳呢，你看哎呦4、5、6、7、8，彎片2、3、4、5、6、7、8做對，彎片3、4、5、6、7、8，1、2、3、4、5、6、7、8，彎嘅肩頭1、2、3、4、5、6、7、8，1、2、3、4、5、6、7、8，彎片1、2、3、4、5、6、7、8，1、2、3、4、5、6、7、8你嘅背弄骨哎呦，你看1、2、3、4、5、6、7、8彎片1、2、3、4、5、6、7、8 OK， 接下來你嘅腰骨1、2、3、4、5、6、7、8，1、2、3、4、5、6、7、8，彎片1、3、4、6、7、8，1、2、3、4、5、6、7、8好，你嘅膝頭聽聽嘅腰片1、2、3、4、5、6、7、8，1、2、3、4、5、6、7、8彎片聽聽嘅要注意3、4、5、6、7、8你嘅手腕有不足哎呦，你看1、2、3、4、5、6、7、8彎片1、3、4、5、6、7、8 1、2、3、4、5、6、7、8 1、2、3、4、5、6、7、8接下來呢我們的暖身運動呢就已經做完了，接下來要進入正式的舞蹈教學咯。接下來會正式開始跳舞嘞。我開始跳舞以前呢，要來介紹一下這玩客家嘅三步第一步係武術拿劍的感覺，抽這個呢動作呢，在那之前呢，我們要來什麼防守的感覺，防守。然後這個動作呢，在街舞裡面呢，它是來自美國所以它有個印第安人的感覺，所以它會這樣噔嘿噔有一點點像台灣的這個山地舞，但是呢，它是這個美國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嘛所以它很簡單它就是分解動作呢，就是這麼做，踢，然後左腳交叉慢慢的用走的就是這樣1、2、3、4踢2、3、4踢2、3、4踢2、3、4哦嗨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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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我們要做的比較怎麼樣帥一點點跟着節奏的時候會稍微快一點點，所以我們要跳的時候就這種感覺踢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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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腳要交叉的感覺踢的時候然後夾一下，踢的時候夾一下夾的時候把手打開來所以這個腳步要慢慢做手可以伸前面的時候然後這樣打開來，伸前面打開來。那街舞呢要的是最簡單最自然的東西，所以你就很簡單的把手這樣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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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呢把你的動作呢核心放在這個地方踢下去踢下去踢下去腳交叉踢下去腳交叉但是呢我們可以摔一點點哎呦有沒有踏哈嘿哎呦踏哈嘿哎呦踏哈嘿
按钮，踏，按钮。好，遮着感觉好像防守的感觉，啊，好像人家在打字的打猎啊，打什么，然后等下手打过来的时候你要挡住的感觉，所以就吓一下他们，然后挡住，吓一下他们，挡住。好，给按钮呢，一个8拍，好，来算拍子哦，6、7、8、1、2、3、4、5、6、7、8。好，我们到时候快的拍子呢，大概是这种感觉，1、2、3、4、5、6、7、8，1、2、3、4、5、6、7、8。哦，所以有时候脚在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要避免一些危险哦。所以这个夹的时候要这样，要闪一下，夹的时候要这样闪一下，好，踢闪一下，踢闪一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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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OK， 好，这很简单。好，最难部分就这边了啊。接下来武术哦，这一玩嘅客家三步武术。啊，拿那个剑要有刺的感觉，好，这样刺一下，啊，这边打，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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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呢，右边刺一次，左边刺一次，啊，第一个8到第二个8，预备哦，5、6、7、8，1、2、3、4、5、6、7、8，顺着刺，右边2下，左边。2下，右边2下，左边2下，啊，所以是1、2、3、4、5、6、7、8，哦，接下来敌人变多了，那我们要怎么呢？我们就把它加快，好，刺右边，刺左边，刺右边，刺左边，刺右边，刺右边，好，接下来呢，最后一个8拍就很简单，好，最后一个8拍就很简单，踢一下 ，kick， 好多。像布鲁斯利，我多，然后呢收住，好 ending pose 给按钮，好收住的感觉，好从头到后面哈，最难的只有前面，好，来预备5、6、7、8，蹦蹦哒咚咚咚哒，1的咚哒咚刺，一次。一次，准备踢腿 ，kick， stop。好，我们来再一次算拍子哦，哈，连着节奏一次哦，5、6、7、8， 1、2、3、4、5、6、7、8， 1、2、3、4、5、6、7、8，右左右。左，布鲁斯利，呼噜 ，ending pose， 手挡好，挡在下巴这边。啊，那看自己的动作的能力呢？哦，阿哥阿姐，哦，看自己动作能力啊。你来做对做，按钮，哦，给按钮也是很帅。哦，给按钮也做对，好。好，这次呢再来算拍子一次哦，从头第1次到第2次、第3次哦。第一个8拍一定要注意哦，脚要夹的感觉，一开始可以做小一点点，踢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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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可以越做越快，踢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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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少好，我们做1 and 2、3 and 4、5 and 6、7 and 8。接下来就是很简单的哈，刺2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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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左右左右左，好。但是呢，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呢，我们就做这样比较低的，啊，踢的时候注意哦，好注意哦，踢的时候。脚要踩稳哦，不要突然拉高然后滑倒哦，这样很危险哦哦，来这按钮呢，比较不会这么的踩到以后，然后怕自己大家脚抬太高，然后这样子滑倒，然后注意哦，要量力而为，好，啪，然后踢完之后呢 ，ending pose 随便选一个哦，可以抬脚的就抬脚，哦，自己这样抓也可以。
好，不一定要做到像这个老师一样哈，那就是我们尽量做好，以自己能力可以为主，好不好？接下来算拍子哦，5、6、7 ，Go，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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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7、8，刺刺刺刺，敲敲敲敲敲一下，敲一下 ，1撇，哒哒哒哒哒哒 ，Kick，Ending pose。好，那我们来跟着音乐算一次拍子，好不好？那现在感觉一下这个速度多快，好不好？好，来，我们音乐来放下哦 ，Let's go。6、7、8，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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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试试看慢的哦，试试看小的，可以吗？快的、大的，越来越大。OK， 这个地方就很简单哦，跟着做就好了。哦，也可以小小的做，可以做低就做低，可以高可以低。好，加油呢，做得冇？好，我们再一次哦，哈，Go 100，音乐正式开始。3、4、5、6、7 ，Go！ 嘿，右左右右左右左 ，Kick， 棒，咚 ，Stop。啊，哎呦，做得冇？哦，睇下真杯哦。啊，我看到咧，做得青山钓嘅使用哦。动杯，来，7米100，最后一次哦，好不好？音乐，请走。防御预备，6、7 ，Go！ 2次的，1次，右左右 ，Kick， 嘟嘟 ，Stop。OK， 哦，我看到咧，哦，迄阿爸妹啊，做咧青山钓哦，同杯，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好嘿嘿嘿嘿 ，OK， 那我们这阶段就到这边休息一下啊，先聊一下。哦，懂厉害啊！哦，大家都有复习哦，哈，大家都会了哈。接下来咧，听一步。哦，这玩嘅客家3步天一步，你嘛解咧？布袋戏哦，布袋戏，我用我唱布袋戏呢，哦，大概这种感觉，手这样松松的感觉，松松的感觉。有没有玩过那种拨浪鼓？哒哒哒哒哒啊，骨头会这样子哈。不过呢，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对到重拍的感觉，所以会这样哦，有重拍的感觉。好，所以这摇摆的感觉很重要哦，摇摆的感觉很重要。但是呢，这一次呢，要加一点点，你的 gentle， 按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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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的手啊，很像拿着苍蝇拍啊，大拇指给抛给，有吗？甩，把它挥走，这快啊！但是呢，在节奏上面呢，在形象上面的动作很简单，就是这样子，这快啊！想象有2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啵啊，大部分应该抛给有吗？哦，按台给抛给啊，然后呢这样子甩的时候呢，1、2、3、4、5、6、7、8，大概是这种感觉啊。加上动作呢，不要想太多，我们就是挥就好了，挥啊，下片有个补影有吗？有吗？这快啊，这大概这种感觉啊，不加动作，不加前后就是这样，1、2、3、4，啊，顺着这个感觉，当你挥到这边的时候，有没有肩膀自然会往上抬？看有1、2、3、4、5、6、7、8，好，所以呢，正面看起来没有加脚前后的话，就看这样1、2、3、4、5、6、7、8。注意哦，侧面看起来是这样1、2、3、4、5、6、7、8。好，有这种挥的感觉，好，有这样挥的感觉，好，把它这样挥上去，
1、2、3、4、5、6、7、8，好，一样呢。我们做很简单，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好，接下来呢，無形看到呢動架有冇？你有2擺，好，2擺 double speed， 右左右右，啊，一样的东西，我们要 double speed 2倍速度哈。第一次是这样，1、2、3、4、5、6、7、8，你，啊，看清楚哦，你，2擺，你，这是一次，这是2擺，1，哒，你，好，有一点点需要加速。那如果呢，大家觉得这个速度呢太快的话，没关系，我们就做1、2、3、4、5、6、7、8，做这样就好。然后你们做2个8。啊，老师呢在这边示范呢，就是第一次是1次的，第2次是2次的。好，事情就是这样子的，1、2、3、4、5、6、7、8， 1、2、3、4。好，这个有点困难哦。5、6、7、8，好，哒，好，2擺，哒，好，做快是这样，哒，啊，要有这种感觉，全身有摇晃感哦，苍蝇才会打到，好，爸，哒 ，OK， 第一个8、5、6、7 ，Go， 对，1、2、3、4、5、6、7、8， 1、2、3、4、5、6、7、8，第3个8拍，很简单，开合，1、2、3、4、5、6、7、8，好，再一次哦，好，第3个8拍，好，很简单，1、2、3、4、5、6、7，好，2、3、4、5、6，就一次做这样子，好，试试看。然后我们只是把左右换掉而已，右左右右左右左，好，要有这种感觉哈。啊，注意呢，要穿一下鞋子哈。这个鞋子呢，要注意一下脚后跟，不要太用力撞到哈。太用力撞到的话，膝盖会比较不舒服。好，那我们也可以就稍微踩地也可以哈，稍微踩地也可以。好，那如果鞋子呢有在家里呢有穿鞋子的呢，我们就可以再这样子，好，跳远一点点，好，脚跟就可以勾起来。好，那我们要再来讲哈，接下来呢回来，啊，我们从头1、2、3，好，慢慢顺下来哦，好，听听好，听个走，1、2、3、4、5、6、7、8， 1、2、3、4、5、6、7、8， 3、2、3、4、5、6、7、8。第4个8拍很简单，回到刚刚的动作，但是呢，你可以决定1次或2次。1、2、3、4、5、6、7、8。好，那如果会了，快了以后呢，就可以。如果你懂了的话呢，你就可以选自己决定，要1次、2次、3次、4次，或者是2次，慢的，好，就会是这样，5、6、7、8，咚哒。也可以2次的哒 ，OK， 好，自己决定哈，看自己目前学习的状况如何。那如果复习的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2次，好，都可以自己决定哈。接下来从头来1次哦，预备，6、7 ，Go， 1、2、3、4、5、6、7、8，2次哒，好，这个都可以自己决定的哈，哒，然后开合跳，1、2、3、4、5、6、7、8。接下来顺着感觉走，噗，好，这都可以。好，重点是这个苍蝇到底有没有打到呢？好，这苍蝇有没有打到呢？自己来决定。它在那边啊，还是在这边，还是在这边？哦，都可以自己决定哈。那
标准动作呢，我们来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简单记起来的哈。来预备哦，5、6、7 ，Go！ 1、2、3、4、5、6、7、8，两次，开合，开合，开，开合，开合，开，两次，一次，好，要有这种俏皮感。 要翘一段啊！跳完之后呢，整个身体要有热热的感觉。好，我们来跟着音乐来听一次，音乐的节奏大概怎么样？我们来抓一次哦，音乐请走。一次的试试看啊、2次。OK， 好，大概是这种感觉啊，也可以一次的，哦，大概是这种样子，哦，你就想说，哦，这边有10几20个辅音，啊，就好，这个叫做在纽约叫做 Harlem Shake， 啊，接下来呢，要考一次对音乐了哈，来，音乐请走，5、6、7 ，Go， 来2次。 开合，2次的，1次 ，OK， 好，看一下，你嘅母語大到哦，安尼做，用做對，親密一拜，做對冇？來，預備音樂，請走，5、6、7 ，Go， 1次，左右。 右左2次，开合跳，2次的，1次的，要俏皮一点点，啊，看到啊，来看一下，按钮抽，OK， 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做到这边喽，好。大家再见嘞。